怎么交到另外一半哦？我觉得为了交而交，对自己跟对其他人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吗？因为毕竟是两个人的关系，不是你拥有了对方，是你们应该是对等的关系，所以你不能在追寻一段关系的时候只看到你想要什么，不是你想要交就要出现一个人可以被你拥有，好像不是这样。我觉得比较健康的模式就还是你要先有你自己吧，你要先有你自己是个怎样的人，然后你才呈现一个真正的你去认识可能会喜欢你，然后你也喜欢的人，这样可能比较健康。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带着为了交而交的目的去想怎么交到另一半，好像就已经错了。真的耶，我是这样想。如果为了交而交而去找对象的话，那个意图真的太明显了。我跟你讲，有意识的人都会离你108000里远，你想遇都遇不到，真的。我之前有在台上，就是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我去告白的人，我都是笃定了对方不会喜欢我才告白的。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她有喜欢的人了，她喜欢的人跟我是好朋友。所以我就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然后我就是听着我喜欢的女生对她喜欢的，怎么讲啊？这超级乱，大家要仔细听哦。我喜欢的人对她喜欢的人说了什么，然后她喜欢的人那个女生就会再跑来跟我说我喜欢的人跟她说了什么，就是有一种我在暗恋，但没有人知道的那种痛苦的心情。我跟你们讲，我真的觉得我的国中超级像一本小说。这完全就是漫画可以出现的。我自己觉得我对那个女生应该是一见钟情。Oh no！ 就是她跟我的名字里面其中有一个字一样的，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字。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天哪，就是有一种觉得这个人很特别的感觉，因为他很安静也不讲话，然后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然后是直到我在国2的时候，校园霸凌发生在我身上。那个女生就是我喜欢的人，她在午休的时候，我不确定她什么时候就在那边，但是我是在被午休的时候是找出去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嘛，国中的时候午休你应该要在教室里面睡觉才是对的。可是我就是被抓去校园霸凌，但不是打也不是骂，反正就是也没有被攻击，但就是被围在一群人中间。然后午休结束的那个钟一打，我那个喜欢的女生就把人群拨开，然后直接把我从中间抓离开。好帅！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就是天哪，这是我漫画，完全不能怪我喜欢他。百合漫就该出现的东西耶。Oh my god！ 不能怪我喜欢他，真的超夸张。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现在就是国中那3年，就是暗恋他到我们要毕业前，我才跟他告白。我是跟他讲说我喜欢你，但我知道你不会喜欢我，所以没有关系。要怎么交到另外一半，我自己不太有经验。我是喜欢暗恋人的这个感觉，对，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把关系确定了、明确了之后，会有一点点压力。但假设我今天只是抱着我喜欢你的心情，或者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暧昧，或者是又不太确定的关系，他可能比较喜欢这样子。我可能是偏向这种，就是关系确定了会有一点点压力，但这个压力不会是好或坏，完完全全是看你跟你的那个另外一半有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或者是有没有办法有一种心灵相通吗？就是不会给别人压力，然后你们两个相处如果也自在的话，可能这个关系才会是最好的。所以怎样能交到另一半？答案就是不要想这件事。对，缘分来就会来。跟大家讲，不要有求偶焦虑，你有求偶焦虑，你就会变得很丑陋。好直接哦，可是我觉得好处哦。求偶焦虑，如果你一旦被别人发现，你就会变得超级恶心。至少藏好，这是真的。对，你至少藏好，你不要让我发现。你如果被我发现你有求偶焦虑，然后你是带着这个求偶焦虑来靠近我的话，我真的是会跟你 say 拜拜。我觉得这个不论性别哦，这个不论性别，就真的。对，这个不论性别哦。对。